其實我一直都那麼愛你，卻任由亂箭去射下我心思。I love you baby， 有時吻不到情人，卻預備了心意。7年後嘅一日 ，Leo 回憶緊一啲事。佢離開咗我已經7年啦。曾經佢同我講過，Leo， 你有冇聽過啊？有人話每個女仔都曾經係個無淚嘅天使，當佢遇到所有嘅男人嘅時候，就有咗眼淚啦。天使墮落喺人間，變成咗女仔，所以你千祈唔好辜負我啊！因為我為咗你已經放晒成個天堂啦。點解今日你又要放棄我，翻返去你嘅天堂啊？話說7年前嘅2月14號喺醫院，阿燕，你點啊？醫生，我求下你，一定要救下佢啊！對唔住，佢已經救唔返，盡晒力㗎。天真的更天真的是快樂，漸漸地去滲透每處腦筋內血液，晴天霹靂更傷心的是眼淚又落下了每處每塊碎片，幻象更清晰。傳說魔法師可將傷心跟失意化做雲煙鋪滿天，喚醒幽閉的天使，再編寫新一個公式，又再發展發幾次。其實我一直都那麼愛你，卻任由亂箭去射下我心思。I love you baby， 剩下了多個年月，我正愛着誰，沒有天長地久的遭遇，花裡無限變化，落下了雨絲 Raining kiss me， 若是吻不到情人，卻預備了心意。離開醫院之後 ，Leo 好傷心咁喺好朋友屋企。Leo，你唔好咁啦，作為兄弟見到你咁，我都好唔開心噶。不如咁啦，聽講只要揾到傳說中嘅魔法師，用佢愛嘅魔法，可能會救得翻阿燕噶。係咪真㗎？咁你知唔知嗰個魔法師依家喺邊度啊？聽巫婆喺你佢講，魔法師就住喺對面海嘅心靈島上面。好啊，我依家即刻去揾佢。喺心靈島上邊，你走啦，你嘅要求我唔會答應嘅。點解啊？我求下你啊！阿欣佢對我好重要噶，我唔可以冇咗佢。你跪喺度都冇用噶，唔係話埋你知啊！我嘅心靈魔鏡一早預測到你會嚟，而且好多事情我都知道。阿燕自從知道自己有癌症時，佢根本就唔敢話俾你知，還日日扮晒好開心咁對住你。佢對你嘅愛就好似一粒鑽石心，但當佢自己嘅病情一日一日咁惡化時，嗰粒鑽石心一早就變成咗水晶心啦。而你又唔識得珍惜嗰粒脆弱嘅水晶心。後嚟一次車禍嘅發生，阿燕一粒水晶心就從此變成咗一粒易碎嘅玻璃心，所以佢救唔返。係我衰，係我唔好，係我冇好好咁對佢。如果上天聽到我講嘅嘢，我寧願有 cancer 嗰個係我寧願俾車撞嗰個都係我寧願用我條命嚟換翻阿燕。傳說魔法師可將傷心跟失意化做雲煙鋪滿天，喚醒幽閉的天使，再編寫新一個公式，又再發展發幾次。眨下眼有幾年 ，Leo 依然喺好朋友屋企。7年啦。
你仲放唔低啊？阿神啊，我係咪好傻啊？你唔傻，只不過我唔明你點解7年嚟咁多女仔中意你，你都係放佢唔低啫。你唔明噶啦，阿欣佢喺我心目中根本冇人可以代替到。同一時間喺天堂上邊，丘比特，我唔想見到 Leo 為咗我而搞到咁樣。唉，你已經上咗嚟天堂噶啦，凡間嘅事你都係唔好理埋咁多啦。我先上咗嚟7日啫嘛，我求下你，我求下你幫下我啦，我真係唔想再見到佢咁樣啊！唔該你啊！唉，我真係驚咗你啊！女人真係煩，女天使就更加煩。利用你嘅愛神之箭，幫我射喺 Leo 同中意佢嘅女仔身上。OK， 冇問題，easy 啦。剩下了多個年，我正愛着誰，沒有天長地久的咒語，發力無限變化，留下了雨絲 Raining kiss me， 若是吻不到這樣腳，預備了心意，有多少魔法可將心看見？也許真心不需再講一遍。阿英，今次真係幫唔到你啦。原來 Leo 嘅心係鑽石心嚟噶，我嘅箭根本就射唔入。點解會咁嘅？相對你嚟講，天堂嘅7日就等於凡間嘅7年，因為7年嚟佢對你嘅愛都從未改變過，所以佢嘅心已經變咗做鑽石心啦。不如咁啊，既然事實唔可以改變，我就定每一年嘅2月14日係情人節，而呢一日你哋可以見一次面噶。相對佢嚟講，佢可以每年喺呢個日子入邊見到你，已經係一件好好嘅事啦。